第一题，迄个不输鬼看我第饲奶，求我家剩的互伊啉。第二题，阿姆考新台台语认证，真好运，拣着第4个题处，无怪起毛炎，我随找出第1个题处的题目，我甲伊考劝爱靠着家己的实力，伊应我讲莫甲我考验。第3题，生做真大汉，逐摆驶车都感觉车呢足热。你走来甲伊客相有够恶质。第4题，朋友若交陪够深，就毋免遐尼厚礼数，袂输亲像生份人。是讲感情上高就是咱。第5题，阿公话真敖讲阮若革命伊爸做大生。我看到时拄着贼头，伊煞走大生，加互阮一逝感性。第6题，人有啥路用？阿美甲阿朱到呾姻缘谱的游园毋是因。第7题，总讲台语若无到一个坎站，定毋敢开喙，敢若点饲赞。无啊，讲煞。